本真，品读粉墨人生。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融媒体互动戏剧节目《角儿来了》，我是董毅。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打出的参与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融媒体互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聆听梨园故事，重温经典好戏。首先，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记忆回廊，走进本期的角儿。桂子月中落，飘香8米间。2019年，正值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先生诞辰100周年。回顾尹先生的一生，有时绚烂，有时低沉。他潜心习艺，创立尹韵风流；他历经心血，成立芳华越剧团。在台上，他被当时上海滩的戏迷朋友们称为越剧皇帝；在台下，他又被越剧界的姐妹们称为尹大姐。他桃李满园，越剧界曾有10生9尹的美誉。纪念尹桂芳先生100年诞辰，7位尹派得意弟子来到角儿来了，他们将为我们整理出一本属于尹桂芳先生的名伶回忆录。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白马北路146号芳华越剧团，有一间属于尹桂芳先生的历史陈列室。今天我们就从这里出发，一起去走进属于尹桂芳先生的戏剧人生，一起来还原属于他的100年岁月。尹桂芳于1919年12月1日，农历己未年10月初10，降生在浙江省新昌县西门外的柯下村小龙潭。练功啦！这就是尹桂芳太先生幼时练功的场景。老师来啦！好好练呢。你们知道吗？尹桂芳太先生小时候练功可没有像你们那么好的条件。他11岁学艺，入科开门之后啊，中途有2次因故中断了，可他没有放弃。想学习的愿望一直藏在心里，一旦有机会能够上舞台，他就义无反顾地扑过去了。太先生啊，生得俏丽、明媚、聪明、伶俐。虽然刚开始学的时候被老师分到了旦行、生旦净丑，文戏武戏他样样精通。后来呢，他又分到了生行，有官生、京生、穷生，还有知尾生。在这个其中啊，他又找到了可以用一生去钻研的这门艺术。正因为他幼时打下了结实的基础，所以在后面的舞台上，他
他塑造了一个接一个的流光溢彩的人物形象。姐姐，你最喜欢的人物是什么呀？我呀，我最喜欢的是太先生的《西厢记》里的张生。虽然我没有看到过太先生舞台上玉树临风的张生形象，但我听到了他的录音，我就略知一二了。姐姐，那你给我们表演一下吧。好呀，我就来一段《西厢记》里的张生，来致敬我们的太先生。好。好。这是儿高不得别人瞒不了见我是新老梦团，问怕里，恰好是前世的冤家今生见，只盼上连理孔子花平地，我有心，他有意，老夫人廊下许婚，承恩切记，自他日一诺千金天中与真知他半生为夫死言兵孔孟涛曾有心最功利，10年寒窗得教诲，服部进士天下义，为什么不得高官显威力，恰将家属逃不谁有心谁无意，问三天菩萨我八神金钱把何能作证，父母死海可定力，老夫人吹耳鼻把昏君，令我张生何属意，令我不负神无知，能保家乡经济不忘提。在我身边，木盘里有3个木牌，上面分别刻着喜花、云峰、桂芳。那这几个字和尹桂芳先生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太先生一生中用过3个名字，有新昌老家蕴含着父母拳拳亲情的喜花，有海边演出时阴差阳错的云峰，还有在这冬桂树下自怡自定的桂芳。从喜花到云峰，再由云峰到桂芳，太先生以高洁芬芳的桂花自比，用一生实践着自己的诺言，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创造了诸多优秀的剧目，有《红楼梦》、《盘妻锁妻》、《玉蜻蜓》、《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这么多剧目当中，还有一本是以剧中主人公命名的，那就是太先生的何文秀。今天我将为大家演唱一则何文秀算命，用何文秀来致敬我们的太先生。妈妈听堂，祖上内命21，命里规定10种生。他祖上家女皆无门，子里人家兄来小无力，他是无妻无妹多一生，一走2岁两娃抱，3岁4岁离娘生，5岁6岁无关口，7岁8岁上有门，9岁10岁有文昌官。做啥啦？17岁上遇灾星，灾星？什个灾星啦？17岁明晚天狗星，无风起浪三出生，朝中见人来查。只有此命能逃生，穷途落魄去飘零。可比孩子故作强，仆人骨刚显万分。赢得红鸾喜心脏。做啥啦？18岁遇逢大难西，老幼自在飞来红，生命官司大财神，明晚小人安相爱，手却还愿命难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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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华越剧团调往福建，君臣乘车出发，越剧姐妹们到车站欢送。这是在1959年1月25日，上海的《新民晚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当时声望正隆的尹桂芳先生率领着芳华越剧团全体演职人员63人，登上了从上海开往福州的第53次列车。1946年，尹桂芳先生在上海创立了芳华越剧团。1959年，为了支援福建前线，已是越剧皇帝的尹桂芳先生毅然率团南下。1959年1月25日，上海火车站，闻讯赶来的影迷们黑压压地拥入月台，有的人甚至用卧铁轨的方式来挽留芳华，挽留尹桂芳先生。然而，开往福州的53次列车的汽笛声缓缓地响起，尹桂芳先生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体，深情挥别这些热爱他的观众朋友们。芳华入闽后，改名叫做福州市芳华越剧团。众所周知，福建是一个多语系的地区，语言和生活上的差异无法阻挡芳华人前进的步伐。在福建各地，工厂社区、田间地头、海防沙滩都留下了尹桂芳先生和芳华人的足迹。越剧和尹派如同榕树一样深深扎根于巴闽大地，开花结果，枝繁叶茂。在我身边，这些当年的遗物都是那个时代无声的记录者。比如说，尹桂芳先生已经演过了200多出戏，我手中的这个碟片就是当初他的一个代表作《珍珠塔》。这个拐杖也是当时我考芳华的时候，他手杵着这个拐杖。
3位尹派青年才俊为我们演绎了尹桂芳先生饰演过的经典人物形象。那接下来登台的尹派传人又将与我们分享哪些有关先生的尹派记忆呢？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也是尹派小生赵志刚。今年是我的恩师尹桂芳先生诞辰100周年。在1946年，尹桂芳先生创立的芳华越剧团建团的大戏就是《沙漠王子》。《沙漠王子》是改编自电影《月宫宝盒》，从电影荧幕到越剧舞台，这是一次距今70年的跨界活动。今天，我用《沙漠王子》的算命一折，来向我的先生尹桂芳致敬。《沙漠王子》是尹派传统名剧，这出戏作为芳华越剧团建团后的第一出新戏，第一次通过越剧的手段表现了西域以及蒙古地区的人文风貌。自创台以来，多次被上海越剧院、福建省芳华越剧团等等复排出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尹派传人。那今天我们有请尹派小生赵志刚为我们带来沙漠王子罗兰的传奇人生。虽不尽儿心悲催，自己的命儿我自己算，对面坐上是我心爱人，可待我回眸不能眼看眼娇生好小姐，王子的名儿你听仔细，他是个眉清目秀聪明儿，西沙皇宫好子弟，
忠心，是王子他从宝剑之下到这去，光阴流水容易过一季，过去又一季，王子终身到17岁，身体飘昂谁看的？无意之中与公子。公子的芳名叫一粒。大家好，我是因为我也很久没看到这张照片了。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毛维涛。今年呢是太先生，尹桂芳，诞辰100周年，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在央视录制这样一个节目。我今天呢会带给大家一个节目呢，是太先生72年前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除了作为影派艺术的代表，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它是10姐妹联谊起来，一个创举的一个作品《山河恋》。《山河恋》是南威先生根据3个火枪手和东周列国的一些故事改编的一个戏。申西这个角色也是尹桂芳先生当年扮演的一个角色，因为是一个军人，所以身上呢有配上这样一把剑。我今天呢，在这个纪念活动当中呢，我非常荣幸的能够和方亚芬一起再次的把宋姓搬到今天央视的舞台上和观众们见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山河恋》作为70年前越剧界的盛举，令人遗憾的是只留下了一段尹桂芳先生与袁雪芬先生的对唱《送信》，而正是这一段对唱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当初越剧界联合一演的盛况，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蕴藏在一封口信中的深情厚谊。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尹派小生毛维涛为我们带来《山河恋》当中送信的一段唱，让我们共同来感受大将军申西的爱情故事。
把小姐请进来。见过吴瑞先生。哦，我不是吴瑞，我叫沈信。烦劳你请他一声。请稍等。吴瑞来了。见过吴瑞先生。哦，起来起来。杨翠，我道你是个君子人，这样的戏弄人家不该应。我本是个大将军，岂可与你去送信？既是将军有身份，你愿何与我算不清啊？谁叫你我的实话你不听？吴瑞已经得了病，生死惶惑看难言，平时要谨送这份，管你有话只管对我讲，我常与你说不清。此次来是我错怪了你，此次说来是我当得了你。不妨事。冯小姐到此有果，特地先来送书信。这封书信无人晓，那吴瑞的妹妹明得应，她不是被人录取无中阿姨。此事我已早知情，那李氏想把话逼他开工，他不肯，故所以万众写好书一封，他要我送与吴瑞偏相信。你把书信交与我替你去读与那妇人听。这是我也想托你打封信，不知小姐肯不肯？你把书信交与我，我替你送与谁心上？我不是书信，是看信。看信十里呀，我记在心。这个看信要当心，不可说与那旁人听。出我的口，杀你的心，你答应了去送，要收信。既然得应，言语反悔，请说吧。唉，妹妹呀！哎呀，你在叫什么呀？哦，我是在念信给你听啊。现在我和你看信啊，你就是同和你见了面，你的美貌像天仙，我父爱恋实心啊的眼眉呀，我还你，你不知我想你
见，我与你实话你不会答，我你说的全是非敷衍，也没呀，我是一见就钟情你，未知你可否将我忘了？我是一见就钟情你。对呀，你我真好相爱恋。我是来自福建省芳华越剧团影派传人王君安。我的老师尹桂芳演绎过贾宝玉，按昆曲艺术大师于振飞先生说的，老师是集志气、才气、秀气、憨气于一身。老师演的贾宝玉至情知性，自然动人。他就是活宝玉，他就是从曹雪芹笔下走出来的贾宝玉，非常动人，非常有感染力。接下来我为大家献上一曲《红楼主曲》，来缅怀我老师百年诞辰。1942年，尹派名剧《红楼梦》在上海的龙门大戏院上演。贾宝玉作为尹桂芳先生又一个熠熠生辉的艺术形象屹立在舞台上。他的贾宝玉强调一个真字，天真、真诚、真挚，在表演上也是真实自然，没有娇柔造作之态。虽然潇洒随意，不轻雕琢，却又随处可见功力。尹桂芳先生一生中多次饰演贾宝玉，他与他灵魂相契，性味相投。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尹派小生王君安为大家带来经典的演唱，让我们共同走进贾宝玉的心路历程。你叫林妹妹，你叫啊。
也不顾，顾了我这苦子睡梦。羊羔美酒饱口福，也不顾填了我这泥沟分苦。上来这富贵两个字，真是把人累糊涂。林妹妹，我陪你在此坐一坐，让那乾官才造清心梦。林妹妹，林妹妹，好妹妹，我口口声声叫妹妹，你为何受君于面不理睬？哎，林妹妹，我与你廊下并肩讲出谈。我与你长闲共坐八月灯，好妹妹，此刻园中人已静，我与你到琴房脚步去玩七岁。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萧雅。今天是恩师诞辰100周年，我要再次和大家分享《盘妻索妻》这个戏。《盘妻索妻》呢，是我的恩师尹桂芳先生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也是最经典的剧目之一。恩师饰演的宦门子弟梁玉书，风度翩翩，温暖善良，刚正不阿，也给戏迷朋友们留下了一个令人难忘、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这正如恩师一般，意义照人。那么今天呢，我就把《盘妻索妻》的洞房献给大家，来致敬我的恩师尹桂芳先生。洞房悄悄，花烛融融。盘妻索妻中的洞房一折，因其清丽缠绵的唱腔、温柔缱绻的情感，深深地烙印在众多尹派戏迷的心中。说起尹派呀，谁都会哼上一句“洞房悄悄，
静悠悠。他们都期待着自己也能像剧中人一般，得遇良人，姻缘美满。那么今天我们有请尹派小生萧雅，她将带领大家一起去见证翩翩公子梁玉书的幸福时刻。兄把情聚，每朝几句原来谁？从此我世俗无尽，无心开，三菜肉来来下。挑起红巾诉衷意。金娘子，比初见之时更精神。娘子，娘子。
本节目礼品由北京小冠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今年啊，是尹桂芳先生100年诞辰，7位尹派传人共聚角儿来了，还原尹先生的人生轨迹，再现他的经典形象，立体地展示出了尹桂芳先生高超的技艺和他高贵的品德。八闽有桂枝，100年自芬芳，这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角儿尹桂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了粤剧名家尹桂芳先生的戏曲人生。在尹桂芳先生100年诞辰之际，7位尹派优秀传人登台分享，讲述粤剧皇帝尹桂芳的艺术之路，解读尹派传奇剧目，演绎尹派经典角色，为我们展示了尹桂芳先生灿烂辉煌的粤剧人生，还原名家本真，品味戏曲人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还原名家本真，品读粉墨人生。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角儿来了》，我是董毅。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打出的参与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融媒体互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聆听梨园故事，重温经典好戏。上期节目，7位尹派优秀传人共聚舞台，还原粤剧皇帝尹桂芳先生的传奇人生，解读不朽剧目，演绎经典角色，为我们展示了尹桂芳先生辉煌的粤剧生涯。本期节目，7位尹派优秀传人将再次回归舞台，共话尹派艺术的发展与传承。他们中哪几位会率先登场，讲述他们与尹桂芳先生的结缘经历呢？精彩马上开始！欢迎，今天一共有7位尹派梅花奖得主来到角儿来了，那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尹派艺术，聊一聊和尹桂芳先生结缘的故事。首先，我们有请第一组嘉宾，欢迎张琳，董老师好，欢迎蔡卓飞，欢迎丽宇，快请坐，请坐，快请坐。首先要我们斟上香茶以敬贵客。香茶，快请坐。今天呀，3位来到我们角儿来了，咱们就一起讲一讲你们心目当中的尹派，讲讲你们和尹先生怎么结缘的。谁先来？我先来吧。好啊。我是从小就非常喜欢粤剧，我妈妈说我3岁就会唱粤剧，我尤其是喜欢尹派的那个何文秀《桑园坊妻》，3岁也会唱了。那你那个时候是受家里人的影响吗？对，因为我是嵊州人，我们嵊州人都会唱粤剧，粤剧的故乡。对，很向往的就是对粤剧、对舞台、对尹派的那种梦想。但是98年的时候，我们团长带我去见泰先生。他进医院了，之后就一直没有见到过。就非常遗憾啊，非常遗憾的，没有见过尹先生哈。对，那你们2位呢？其实我们都是一样，因为我是新昌人，新昌嵊州都是一家人，都是也是粤剧之乡，所以我也是从小喜欢，而且我们这小学啊、初中啊音乐课，有时候唱歌，有时候就是粤剧。
那个时我们音乐课候唱越剧戏曲就进校园了。对对对对，我记得我3年级就去比赛的剧目就是舞女拜寿的凤汤。就从小就是真是沙漠王子呀、何文秀啊、凤汤啊这些剧目听惯，所以一直喜欢，特别喜欢尹派，特别喜欢小生。这个丽宇，刚才听2位分享以后，你是不是那个稍微的这个在地域上面哈远了点李尹先生？是，我本人呢是福建人，但是很有幸，就是90年的时候，我爸爸陪我去考的芳华。我在芳华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尹桂芳先生。因为进了剧团以后，就在那个大堂那边看到一位老人家嘛，走那个楼梯很不方便，他这边吊着一个纱布嘛，这边还拿了一个杵着一个拐杖。那个时候你知道他是尹我先生吗？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你很小。我说您去几楼？他说我去5楼。我说我刚好也去5楼，我就扶着他往上走了。后来我进了考场以后，看到坐在最当中的就是尹桂芳先生，就是刚才你搀扶的那位老人啊。对，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又是刚好换嗓期嘛。那个老师弹钢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我连哆都唱不上去。我说我肯定考不上了。后来没想到就是太先生真的是给了我机会，我能够成为越剧皇帝的追随者。如果说到这一点的话，丽宇反倒是你们3位当中最幸运的那一位啊，他见过太先生，我们都无缘见面，对，远远的见过一面，应该说是我是93年还是91年的时候，有一次是尹派艺术在新昌做一个尹派的表演，那么尹老师也来了。好像远远的他坐在轮椅上，但是那时候不敢，那时候才10几岁的小孩子，就是看看哇，非常的仰慕，但是一直没有讲过话去。丽宇呢是守在尹先生身边的人，是我就在福建芳华越剧团，我觉得特别感谢我的老师殷小芳老师，他让我学会对艺术的一种敬畏，对太先生的一种尊重。他就曾经跟我说过。他说：“如果芳华越剧团能有一个尹桂芳先生陈列室的话，那就太好了。因为看着铜像之前一直在外面有风吹日晒的，他就觉得特别的心疼。那么我把这个消息呢，也跟我们的团部领导汇报了。跟团长汇报完以后，他马上说：好，可以去做。那我觉得说，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跟我同科室的。”艺术史的同仁一块去收集太先生的遗物的时候，找到范一美阿姨，是尹桂芳先生的外甥女。她一看到我就说：“太先生一直说，你把东西放在那儿，芳华一定会有人来拿的。”也就是他一直在等，他一直在等出现。他说：“把所有太先生的东西，他说有太阳了就拿出去晒一晒。”他说收回来的时候闻着都是香的。他说我就是盼到了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太先生是把芳华当作家，把所有的尹派弟子当作是他的孩子，把所有的芳华人当作是他的孩子，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跟我艺术史的同仁说，我说作为我个人肯定完成不了这个事情。那还好有那么多的同仁，还有这么多就是喜欢太先生的人，都在无偿的在捐助这些东西。然后我们把尹桂芳先生的所有的录音，还有他的一些照片，还有他生前的一些戏服、拐杖，还有他所有的这个证书等等等等，都收集过来了。非常感谢范一美阿姨和所有的捐赠者。无偿的捐赠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的播出，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福建芳华有尹桂芳先生的家。谢谢，也谢谢丽宇他们，谢谢。其实我觉得也谢谢丽宇，特别幸运，就是我有的时候练唱啊，或者说排戏啊，我也会去太先生的那个铜像那边，就像一个家。我相信他们如果在芳华也一定是这样子的。尹派弟子我们都觉得特别开心。当张琳拿到梅花奖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开心。当我跟哲飞一块拿到梅花奖的时候，我们也说是给太先生100年诞辰最好的礼物。
我相信尹先生在天之灵一定特别的欣慰，他看到有这么多的传人，有这么多的弟子都在传承的尹派，而且都得了一朵又一朵的梅花，让我们一起向经典致敬。三位呢都从各自的角度来谈了谈跟尹先生的结缘啊。那今天既然3朵梅花都来到我们的舞台上了，谁率先给大家来一段，让我们也领略一下尹派的魅力？谁先来？来，绿玉兰，绿玉兰。好，那我就将《狮吼记》的桂池带给大家。好，我们用掌声欢迎。哎呦，气死我了！该生气的应该是我吧？唉，回去跪吧。她丈夫能生也能娶，不与娘子也不见生。咦，这是挖过在叫啊！挖过呀挖过，你往常不叫，偏偏今日娘子放我跪在这边，你是姐姐姑姑嘲笑我来了。我的好啊叫声挖过莫争雄，你三尽心听我言，错是东坡将我养，让我有上层山，有把无塞，因欢颜被举半击，雨红颜。娘子闻听生其怨，他我识得他是天，我再三求肯言出安，他恰是手长开马把面发，让我深仇愧是边缘，我心绪不愿不管言，暖儿细心与忘记，今日算是丢心哇，你看我哈！跪得双截断，跪得有悲酸，跪得出了汗，跪得腿上光。你不准我来可怜，姐姐姑姑成天乱，堂北弟子来听见，讨我一旁人失言言。挖苦，请你不要再叫了，倘让你在胡乱喧
谢谢陈丽宇啊，刚才为我们带来的越剧《狮吼记》当中的跪池一段啊，这段是你自己原创的吗？这段呢是我根据昆曲的这个《狮吼记》一直改编的。那中间的这一段唱腔是汪诗雨老师跟王永庆导演专门为我就写的词儿，然后编排的动作，里面的起调啊、落调啊，还是蛮有特色的，这种起腔都在里边儿。把尹派的一些经典的唱腔都融入到了这个作品当中哈。是的。那你们二位也会有一些跟像丽宇那样子，除了传统的剧目之外，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代表作吗？我的话，后来有原创剧《春情传》，这个是异国的一个剧目，这个戏呢在第8届艺术节也获得了文华表演奖。后来又有主创《吴越王》，还有《步步惊心》，这些都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个原创代表作。就在创新的过程当中，用哪种方式来又传承了，又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唱腔上我们一定要有尹派的韵味在里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要有人物的基调。按照每个人物的基调、唱腔、唱法上，是人物的个性上，我们怎么样去塑造，是我们新的一代人应该是要更多的去思考的。也是希望通过不同的这样的角色的尝试，也把尹派艺术的多样化让大家看到啊。对。那聊了这么多了，刚才丽宇来了一段了，蔡哲飞是不是也来一段啊？我再来一段这是获得梅花奖专场里面的《牡丹亭》教化一折。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蔡哲飞为我们带来《牡丹亭》当中的经典演唱，有请。想起来了，记得去曾的一梦，梦见一座大花园，梅子底下列着一位美人儿。no， 就是他呀！他说：“留神啊，留神，与你有姻缘之分。”喂，美人，这可是你说的。是也不是，哎呀，是也不是。我的相府，我不免破云一声。丹青要出。恰天算，不知天仙即天仙，天仙，竟是天仙月把算功成，情缘恰是春彩柳眉的凌乱柳梦眉。小儿子，这是小生的造作，少不得吗？还要请教。还要请教呀。不是这的，待我再狠狠地教上几声。喂，妹子，小娘子
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跌跌青青的姐姐。美人一声声叫得你滂沱似天花土，香阵阵托卷的雪女子梦。美人儿，你有应无应盼上我。美人儿，你临风翻风同迎波。我千呼徘徊，你可听见？可听见？隐隐月下瞧不见。婴儿喏，小子，小生孤身一人逃居对手，少不得嘛，我要叫小娘子的画像做个伴侣。早晚嘛，晚子、小子、白子，赞赞赞赞自由。妹子，妹子，姐姐，姐姐。小娘子，请好，谢谢蔡浙飞刚才为我们带来的粤剧版的《牡丹亭》的教化，真的是让人耳目一新啊。那说到对尹桂芳先生的敬意啊，我相信每一位像你们的这些传承者都在用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致敬尹派，在传承尹派啊。张琳，你作为应该是在前几年就拿到了梅花奖了，当时拿到梅花奖的时候什么感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整个团队啊都为我付出了很多。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虽然呢我没有就是见过我们的泰先生，但是我得到过小芳老师的很多指导，我从小芳老师的口中听到过我们泰先生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我们泰先生一出场的时候，3层的观众他全都会站起来鼓掌，然后他在演的比如说浪荡子的时候，结婚挽着新娘子啪一回头，那个眼神啊，他就是深入人心的。我觉得应该把泰先生的这些声腔也好，表演也好，把他的艺术养分啦汲取进来，然后不断的划入到新的戏的当中，包括我们泰先生的一些教头啊，都是非常经典，而且他每一个戏的教头都不一样，非常好听。我自己也创作排演了，比如说《一钱太守》啊，《玉簪记》啊，现在又排了《苏秦》。我觉得在这个戏当中，一钱太守他是一身正气，然后
潘必正又是非常非常的深情，很专情，然后苏秦身上呢又有一种发愤图强的，我觉得这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满满的正能量，这种审美价值跟我们太先生就是当时所塑造的人物的一种内在风骨是一样的。我希望就是我自己能够把影派艺术就是继承好，把我们影派的这个艺术之树更加的枝繁叶茂，开得更加旺盛。说的太好了。那接下来张琳是不是也再次为大家带来一段影派？我为大家送上的一段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折子戏《一十八》。来，我们掌声欢迎张琳。敬畏成遍里。家与美带等我看，下了山，故知他曾是自当的鸳鸯配成双。帮我眼头我眼头我
黄泉要红妆，金边早已它是暖玉衣裳。金的鸟来上白堂，一张张银飞丝亮。他曾是带女弹琴，不知女就是我两兄长。贤妻儿顾不了他的美心肠。银鼓来在长亭上，在唱的那情是把妹当，把妹当，把妹来当。我想不到九妹就是银牌女郎。我花轿早上到，因为他派我两兄长叫司机。我心花怒。恨不得插翅飞到他身旁。本节目礼品由北京小冠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接下来的这位嘉宾啊，是一位尹派男小生，他素有越剧王子的美称，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来，我们用掌声欢迎赵志刚，欢迎赵志刚，欢迎您，好，欢迎来到角儿来了，同学你好，快请坐。好。今天
啊，特别高兴能够请到我们的越剧尹派男小生赵志刚来到我们的纪念尹桂芳先生100周年这样子的活动当中啊，咱们也都回忆回忆怎么跟尹先生结缘的。我跟尹桂芳老师结缘呢是1979年的尹桂芳演唱会。当时呢我还是一个上海越剧院学馆学习的一个青年学生，所以还没有接触过尹派。当时这个演唱会呢，所有的青年演员都觉得是一件很惊讶的事情，因为一个半身不遂的一个老人，他能够在上海的文化广场5000多人的这么一个场地里面去演出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演唱会，竟然是座无虚席，一票难求，通宵排队限购票子。这个在现在很多的这个歌星演唱会上我们见过，但是当时整个越剧界的名家全员出动参加这个演唱会，也就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尹桂芳流派。之后我逐步的才了解到尹派艺术，所以这个之后我就潜心学习尹派，没有老师教我就自学。我记得当时我妈妈给我买过一个小的饭盒子录音机，后来我称他为我的陆老师，就录音机老师。对，我们的唱腔设计陈军老师说，赵志刚是最用功的一个学生，他把这个录音机的磁头听坏，换了6个磁头，把唱腔尹桂芳唱腔集都翻烂掉了，上面做满了密密麻麻的标记，就是我学习的一些体会以及记号。我的妈妈等我唱尹派了，她告诉我她是一个尹派的戏迷。您学了以后母亲才告诉您她喜欢的是尹派。她送给了我几张当年尹桂芳演出的剧照，背后居然还有尹桂芳先生的签名。所以我是隔肚听音，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尹派了，所以这个冥冥之中的一种巧合啊。之后我开始学唱尹派，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青年演员，是坐冷板凳的一个青年演员，轮不到在台中央演唱的一个青年演员。但是尹派艺术改变了我，我的第一段学唱的是何文秀的《桑园坊妻》，我记得很清楚，那个第一次上台演唱尹派是一个什么场景。傅全香老师、陆锦花老师以及很多的艺术大家参加的一个上海的纳凉晚会，艺术大家演折子戏，我们青年演员在折子戏中间加唱清唱。我记得当时大概有4、5千人，那个主持人报幕说接下来有越剧院的青年男演员，还没报名字，下面已经哄堂，就是不要听男的。好像大家觉得小生越剧就应该是女子来唱，这个对我打击很大了。我还没上去，那时候您20多岁吧？20岁还不到。赵志刚为大家演唱一段尹派何文秀的选段《桑园坊妻》。那个时候我上去，有的观众拍手，也有的观众哦哟，男小生我们不要看，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时我实际上是心里非常的忐忑，但是当我唱出路女大气的银杏，九里桑园坊来迎，2句一唱出来，满堂的彩声，把我自己吓了一跳信心倍增。对呀，观众怎么突然喜欢我了呢？一段唱完，中间掌声不断，结果唱完以后不让我下去了。我说对不起，我只有准备了这一段，再来一个，再来一个。那我说，那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陆锦花老师的陆派，我就又演唱了一段《钱建姑》。唱完以后还不让我下，我又唱了一段，我说我再学唱4句范瑞娟老师的《楼台会》，结果就第一次的上台，我唱了3个流派。我是感觉到好像这个尹派的这一段演唱改变了我。恰恰这一段唱之后，只要有这种纳凉晚会啊，去慰问呢，老师总会说，哎，你这个何文秀要唱一唱，固定的。
有一次我演一个范派楼台会，演完之后居然有观众递条子上来说，能否请你们那个青年演员赵志刚再唱一个影派的何文秀。这个又是让我很惊喜的一件事情。这个之后呢，我开始就是有规律的去学习影派的很多的唱段。那怎么去能够见到尹桂芳先生呢？是什么机缘呢？这个是1981年上海电视台举办一个粤剧中青年演员流派演唱会。每一个流派都希望有一个中年传承者，一个青年传承者，唯独影派找不到青年学唱影派的演员。领导说，赵志刚这个影派唱的那2晚会上反响不错，是否让赵志刚去试试？就这样，电视台的老师、粤剧院的领导带着我去了尹桂芳老师家。哎呀，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师。当时见到老师什么样啊？我是一句话都没有，因为在一个艺术大家面前，我当时又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孩子，所以呢，当时特别害怕。老师说：“那你就唱一段吧。”我就把何文秀完整的《桑园坊曲》唱了一遍。那么老师立马就给我现场指教。当天辅导完，又让家人拿出了他当年穿过的一件何文秀的戏服。所以我是特别幸运啊！我第一次上电视是穿着老师穿过的一件何文秀戏服，太有纪念意义了，上了电视。所以这个改变了您的一生，改变了我的一生。之后就是我接到了很多观众来信，希望能够培养一个粤剧的男小生，于是有了我的第一部影派大戏《何文秀》。这个戏就是尹桂芳先生手把手的亲自教授。排练的初期呢，我是非常拘谨的，因为我刚刚从老生转到小生，当时特别的瘦小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呈现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尹老师呢非常细致的跟我说，但是呢，因为他有这个半身不遂嘛，所以不能像完全的去展示有些呢，他通过他的左手他的眼神他来告诉你这个戏应该怎么演，这个唱腔应该怎么做。我记得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排练的中间，他经常会说，你是住在集体宿舍的，没什么东西吃，排完戏跟老师回家。所以我经常会跟老师回家吃晚饭，这是我最幸福的一刻。最喜欢吃的就是油爆虾然后呢，有的时候老师排戏的时候呢，会带一盒油爆虾来带到排练场，就今天不去我家嘛，但是你可以拿到宿舍里面去吃。包括就是在排戏中间，因为当时没有出租车没有这个私家车来排戏，就是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由家人推着来到粤剧院，但是老师呢是天天这样到排练场来。记得有一次是下着暴雨，那天早上我就特别的忐忑，我又不希望老师在这样一个大雨天来到排练场，但是又很期待老师的到来，因为今天排的是很重要的哭牌算命对吧？老师来我心里就有底。就在我想老师能不能来的时候，就大雨中间远远的看到有一把伞，一个自行车推过来了，然后老师坐在后座上，家人前面穿着雨衣老师也穿着雨衣打着伞，但是已经全身湿透。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内心我就在说，我一定要继承好影派，要对得起我的老师。确实这个之后我也一直在这样做，当时就立下了这样一个誓言。对，其实我觉得尹桂芳先生冥冥之中他对您的这份教导，也代表着他对粤剧并不是女子粤剧的一种态度。是的，他对女小生男小生，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你是男孩子他就对你差一点，不是的，反而对你更好。老师不拘泥于他已有的一些成绩，他的一些经典剧目他都可以做某种
改变、创新。既然我是个男小生，在女子越剧传承的基础上，是否可以根据我的特性，在艺术上进行创新和发展？记得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何文秀中间的算命一折，是吸收了苏州的评弹以及杭州的武林调，再加上尹派尹桂芳老师特有的演唱方式，形成了何文秀的算命。但是当我排的时候，老师说这2句能不能改一下？他是一个非常创新、非常有想法的艺术家，他觉得志刚在这样唱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曲调出来。但是当时我是拒绝，一口拒绝。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老师，你随便这么唱，一定都是尹派，观众肯定接受。我现在把你的唱腔，我第一次呈现，我把它改了，观众说你唱的不是尹派。这个举动当时我是做了一个拒绝，但是日后我在艺术上的很多创新发展，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例子，这是老师当年给我的一个信心。所以我后来排了很多的大戏，比如说巴金先生的家、赵氏孤儿、纳兰性德的这个千古情怨，杨乃武历史的、外国的、现代的我都演。记得《红楼梦》的时候，实际上当时我是1999年上海排演了一个大戏，全明星版的大剧院版的《红楼梦》，影响力实在太大。当领导们请我出演影原版《红楼梦》的时候，当时我的心里是有顾虑的。我当时也已经30多了，快40了，我去演一个16岁的孩子，我当时我自己没把握。我去请教了我的老师，当时老师已经没有语言的表达能力了，但是我从他的眼神中间，我感受到了要我出演贾宝玉的，给了我这个信心。当时我问了老师一句话，我说老师，我要如何去演好这个宝玉？当时他就对着我招招手，我就跪在他的面前，他叫我手心拿出来，然后在我的手心里用左手写了一个字，感情的情字。当时我的心里我就在想，哦，这是老师要我用情去演出一个多情的宝玉。当时我好像突然感觉到这是一种使命，我必须去演好我的尹派贾宝玉。当时老师答应我，等我首演的时候来到大剧院观看。可是我排演《红楼梦》的整个过程，就是我的老师病危的过程。所以当我首演的时候，那天彩排，当我演到金玉良缘的时候，我应该脑海里出现躺在病榻上的黛玉，可是我的眼前出现了躺在华山医院病榻上我的老师尹桂芳。当时我失控了，我完全忘情的去演了后面的这个部分。当我唱出妹妹都有病了孤冰原一条根。那个时候我是泣不成声，满台的演员全部跟着我哭。所以当我整个全剧完了以后，陈欣怡导演看着满脸泪水的我的时候，一把抱住了我，他说志刚，今天太棒了，确实我觉得冥冥之中老师在保佑着我，将他的很多
精神的很多东西，那一刻交给了你。《红楼梦》演完那天，我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节目直播访谈《红楼梦》导演、作曲、演员3个人。去到电台的路上，我接到了尹桂芳老师去世的噩耗。真的，那一刻我心里特别的难过。到了电台，我根本说不出话。然后编导赵杰老师说：“那你今天就少说一点，让导演和作曲多说一点吧。”但是到后半段的时候，热线电话不断的打进来，其中有一位观众说：“赵志刚，你一定要带我们问候尹桂芳老师，祝他老人家永远身体健康。”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克制不住了。真的，我知道老师已经去世了。那一刻就是赵杰老师说：“志刚，你跟大家宣布吧。”所以我在电台的直播间里跟观众们说，我们最最敬爱的尹桂芳老师就在刚才去世了。真的，整个过程，电台做完，等到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所有的影派弟子都来了。应该说我是很幸运的，在老师身边生活了那么多年，可以在上海天天可以守着老师身边啊。是的，是的。现在想起来这段经历，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是的。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啊，我们一起来缅怀老师，这样一位从浙江山村的一个小女孩，在短短的20多年的时间里面，和她的姐妹们把一个山村的演唱样式发展成为了粤剧，她又成为了这个宝塔上面最灿烂的一颗明珠，中国粤剧皇帝。我觉得尹桂芳真的是太伟大太伟大了。谢谢赵志刚的分享，谢谢。从他刚才的字里行间当中感受到对先生的那份真挚的感情。我相信今天此时此刻，除了向尹桂芳先生致敬之外，就是把现在自己的学习成果汇报给老师。是的。今天给我们带来一段什么呢？今天带来的是巴金先生的一部作品家。在家中呢，我是扮演了高觉新。今天我要呈现的就是梅林中高觉新的内心。好，我们用掌声欢迎赵志刚，有请。自己。
曲曲弯弯无泪淌过。你走路坎坎坷坷，得须再过。为什么家的重担压上肩，一颗心从地真正打开过，实是恨家是我心血浇过的根，实是爱家境我最难逃自苦。守着家有时谁抛皮家有君儿富贵松，同情人放的放，走的走，爱家是排的排，破的破，破的有真死了的心头，神殿上那纯纯绵绵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团火。为父仇终不悔，痛的是心愿亏欠本期节目为你讲述了粤剧名家尹桂芳先生的戏曲人生。节目现场，4位优秀尹派传人为我们讲述了他们与尹桂芳先生之间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邀请尹派传人王君安、萧雅、毛微涛为我们讲述他们与尹桂芳先生的点滴往事，还原名家本真，品味戏曲人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
家本真，品读粉墨人生。亲爱的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融媒体互动戏曲节目《角儿来了》，我是董丽。您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打出的参与方式呢，参与到我们的融媒体互动当中。我们可以一起聆听梨园故事，重温经典好戏。首先，让我们共同进入到今天的记忆回廊。上期节目，尹派传人赵志刚、张林、蔡浙飞、陈丽宇为我们讲述了他们与尹桂芳先生之间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分享了他们传承发展尹派艺术的创新剧目。本期节目，尹派传人王君安、萧雅、毛微涛将继续为我们讲述他们与尹桂芳先生的戏曲情缘。更多精彩马上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这位嘉宾啊，14岁就被尹桂芳先生收为入室弟子，16岁唱红上海滩。他是谁呢？掌声有请王君安。欢迎您的到来。哎，你好，快快请坐。我们备上香茶与金贵客。谢谢。好茶，谢谢谢谢。这是小罐茶送给您的精美礼品。哦，谢谢。今天我们可以说都是借尹桂芳先生的福，大家聚在了一起。那同时也说说你小时候14岁那年就已经成为幸运儿了，说说你的幸运吧。是，我的确挺幸运的，因为我的家就在嵊州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广播就是整天播的全部是粤剧，所以我从小是在这种粤剧的熏陶之下成长的。那么当年我刚好在读小学的时候，芳华粤剧团就来我们老家招生，我奶奶还有我妈妈特别喜欢粤剧，就希望女儿能够唱粤剧。我小的时候也不懂，反正妈妈给我选择了这条路，就考入了福建省芳华粤剧团。那到了芳华就自然而然的学习了尹派是吗？这里面也是有一段插曲的。怎么讲呢？因为那个时候去报考这个芳华粤剧团，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必须是14岁才能够去考。我父母亲为了让女儿能够成为一名粤剧演员，所以把我年龄都给虚报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我才12岁，也因为我年龄小，身体上就是还是比较瘦弱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个粤剧班的时候，最开始我不是演小生的，我是演童生。那怎么会有机缘去结识尹桂芳先生了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学员班有一个期中考试，他就想看看我们到底学成什么样了。老先生就从上海到了福州，我们一个一个站出来唱给老师听。那个时候是老师发现我的嗓音就是比较像他年轻的时候其实很幸运，是老师发现了我，其实是老师培养了我。当时在你眼里12岁看到尹先生什么样因为我小的时候其实比较内向，因为老先生一来吧，大家都围上去了那我就很怕又很紧张，所以通常我都不敢走到老先生的面前。后来被老师发现，然后老师特别疼爱我，经常就是给我开小灶，有的时候就叫我住在他家里，给我煮好吃的，也反正很用心的培养我。当时就是在福建的那段时光对，最早就是在福建。那后来因为老师也花很多时间在上海，那么我有一段时间也到了上海那么跟老师的接触机会就真的是很频繁。那么每年的过年我都会陪着老师过年就像老师的孩子一样。对对对，其实老先生跟我奶奶是差不多年龄的，所以老先生看到我年龄小，格外的去爱护你特别疼爱我，也特别的保护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在排大戏，包括《红楼梦》也是我的启蒙戏包括《玉蜻蜓》后来的，包括连波老师，包括黄祖模导演对我如果有一点很严格的要求，有的时候呢激将法嘛，有的时候讲话讲得重一点老先生就会不舍得，都会悄悄的跟他们说
不要急，不要急，不要这样子，就是很疼爱我，怕你会受委屈，护着你啊。对对对是。那这么多年来，说说你是怎么样传承尹派的？其实你想想看，我从12岁进团到现在，我的工龄都已经有将近37、8年了吧？啊，其实我的前半生其实都是在剧团里度过。我跟我们剧团、跟尹派就有一种非常深的感情。其实也是尹派滋养了我。我觉得在传承方面，这些年来通常是在校园里面传播的比较多。戏曲进校园吗？我在国内也有进北大啊，包括一些大学，但是很多中国留学生嘛，在国内的时候，他好像对这个戏曲传统文化好像还没那么有感情，但是到了国外之后，相因相情，他们就觉得特别有情节，因为他们的学校也是女子的嘛，那我们越剧又是女子越剧，所以有一些相同处。有的时候我在他们学校里面，他们会认得我，王老师你又来了啊！我觉得特别亲切，也特别高兴啊。逐步的，他们对这个传统文化，特别对我们传统戏曲，无论是中国留学生也好，还是外国留学生也好，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兴趣啊。特别好，无论你在哪里啊，传播的同样都是我们的尹派唱腔，传播的都是我们的传统艺术。那最近在忙什么呢？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我最近刚结束《桃花扇》的巡演，也是来怀念我老师尹桂芳100岁诞辰啊，因为老师以前曾经演过。这版你新排的《桃花扇》和以往的有什么区别吗？因为老师的《桃花扇》没有留下任何的影像资料，那么版本肯定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这次的《桃花扇》是根据原著，尊重原著啊，所以今天我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桃花扇》。太好了，我们用掌声欢迎王金安，有请。相望与红粉佳人自起醉。成王花村对
去东风桃李花。轻拂霜，轻拂霜，出塞人，晓得天公。读诗书，醉龙树，为避无穷。人生是一台风中，人不起。寻思这芳人拾一段，小小途扬州真小人。从今为你描绘玉画眉，姑娘晨光红衣，既是那烈怒。
江山身本领，死生起伏却自我与君子同心结，同雨同康，雷同绿，雷同绿。离离灯火似沉醉，曲终人伤耳根痕。东吴的金台烟水，匆匆青山相寻头。接下来这位嘉宾啊，他继承恩师衣钵，开办民营剧团，传播粤剧火种。他是谁呢？来，响起掌声，欢迎萧雅。欢迎您，您好，欢迎欢迎，您好，欢迎来到角儿来了，快快请坐。今天啊，我们共同来缅怀尹桂芳先生啊，也说说萧雅是怎么和尹先生结缘的，好不好？在我的心目中，恩师这么一个大牌的老师，就是说一般的人想见他都很难见到这么一个大艺术家。记得当初呢，他呢拖着半身不遂的身子来到我们剧团来选拔苗子。当时您在哪个剧团？我在虹口粤剧团，作为一个刚刚踏出校门的初出道的一个青年演员，没想到被恩师认可了让我来唱尹派，所以当时我真的好激动。恩师就像慈母一般，他从点点滴滴的来关心我，为我考虑，为了帮我抓紧分分秒秒，他就甚至让我吃在他家，住在他家白天呢就是老师来教我，到了晚上呢老师就跟我说戏，跟我讲解。也是在那个期间，我了解到了恩师的一些饮食爱好。爱吃什么呀？因为他不断的买胖头鱼给我吃，买黄油给我吃。我说恩师，你为什么给我吃这些呢？恩师说，这个对身体是有好处的，是长力气的。同时他也说，他说我自己也喜欢吃这个，所以这个怎么能让我不感动呢？但是呢，由于当时的一些客观原因，我离开了舞台，去了海外。当时呢，我就是有一个情节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那就是恩师。我呢念念不忘恩师对我的教诲和栽培，我就一直在想，恩师的愿望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我的前半段艺术生涯这么艰苦的付出，
不就是为了把影派继承好，不就是为了把影派发扬光大吗？所以经过了思想斗争，最终呢，我回到国内，想要趁这个全方面还精力充沛的这个情况下，来完成恩师的愿望，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是舞台艺术梦啊。萧雅回来以后呢，也开办了自己的民营剧团啊，当时怎么想的？因为离开舞台太久了，我就是想试着和国有院团合作演出。可是当时我觉得国有院团的机制不一定能满足我个人的需求，所以呢，我就想成立民营院团。你知道吗？当时在上海，所有的听到的都是说你是不可能成功的，不单单是资金方面的困难，它是全方面的。为什么我这么做呢？也是因为恩师。当年恩师在病危之际，我是天天陪在他的身边。当时他这里都插满了管子，就是他不能说话。可是当他看到我走进重症监护室，他眼神望着我，紧紧握住我的手，那一刻我就心里全部明白了。所以我能顶住所有的压力，把几乎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就成立了民营院团。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动力。先生的支持。对对。然后成立了民营院团呢，我就是想推出一台是观众比较喜欢、质量比较高的，然后呢能够一炮打响的戏。因为我想通过此剧让观众知道我萧雅回来了。所以第一部大戏就是原创的古装戏《状元未了情》。这个戏也成功的上演了。我呢也凭借此剧荣获了第21届梅花奖。那么之后接下来呢，我就是把影派恩师教我的一些剧目一一的复排出来。这当中有盘妻锁妻、何文秀传奇、现代戏秋海棠，包括新学案斩妇。这当中呢，我还完成了影派第一部粤剧电影《盘妻锁妻》。那么当年我为什么一定坚决的要把《盘妻锁妻》搬上荧幕呢？就是为了念师恩、感师情、圆师梦。今年是恩师诞辰100周年，所以今年我会在上海搞一个我的个人演唱专场，来纪念恩师啊。太好了，我想上海的戏迷朋友一定会特别的期待，特别的高兴啊。那今天萧雅来到我们角儿来了栏目，是不是也满足一下我们角儿来了的观众朋友？要的。那今天带来的是哪一段呢？我今天带来的一段是《一枝梅》当中的认梅。好，我们来欣赏萧雅带来的《一枝梅》，有请。小姐，一枝梅，可人见，一枝梅映出多少事，一枝梅之间多少情，一枝梅平添多少愁，一枝梅而今盼西寻，一枝梅现于我中一枝梅老香。
我们接下来要请出的这位嘉宾啊，他曾经3次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那说到这儿，很多的影派戏迷马上就会知道他是谁了。来，响起掌声欢迎毛维涛，欢迎欢迎欢迎您，欢迎您的到来，你好，快请坐。谢谢，请坐，请坐。我们备上香茶以及贵客。谢谢。这是小罐茶送给您的，谢谢，精美礼品。谢谢。品品看。非常的清香，谢谢，快请坐。平常有喝茶的习惯吗？有，在杭州大概应该没有不喝茶的啊。对，茶文化啊。小百花就有一句 slogan 叫游西湖喝龙井看小百花，品着茶，欣赏着粤剧，再看着西湖的美景，那个感觉太美好了。是。那今天啊，我们一起来到九儿来了的舞台上来致敬尹桂芳先生，咱也回忆回忆。当年怎么和尹先生就结缘了？那个时候尹先生是什么样的？哎，这个说来真是太话长了。上世纪80年代，我非常有幸的在浙江艺术学校学习。当时的老师也是尹派的弟子宋普南老师，他觉得我可能比较适合唱尹派，我也深深的被尹派的音乐的这种唱腔的旋律所吸引。当时我记得是在上海看小芳老师的何文秀，泰先生是每场演出都在那儿坐镇的。然后那天宋普南老师就带着我去了后台，算是第一次拜见了。当时就说这位是泰先生，所以这个泰先生大概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创出来的一个称谓。对，我还特别好奇，想问这怎么有了这样一个称谓呢？其实因为泰先生就是后期身体的原因，教我们所有的弟子，凡他看上眼的，他就是把他交给尹小芳老师。所以何占豪老师给尹小芳老师取了一个雅号，叫他二传手，就尹派的二传手。所以我们就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尹小芳老师，我们管他称尹老师，称这个尹桂芳先生为泰先生。那说到刚才是因为尹小芳先生的演出结识了泰先生，那当时先生给您什么印象呀？慈祥，就是我其实是从乡下来的一个毛头丫头啊，非常忐忑的心情去见泰先生。没想到泰先生就坐在那儿，不是我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个倜傥的、那个潇洒的、那个风流的那个公子，就是一位像母亲一样的一位慈祥的老人坐在那儿。当然，他那个时候其实还并不太老，非常的漂亮。我印象当中，泰先生最漂亮的就是他的一双眼睛啊，他的眼睛会说话的。我曾经非常有幸的在盘棋所期的当中的这个赏月和陆贞是泰先生手把手教过的。我大概收获最大的就是一双眼睛，那种眼睛会说话的，它是一双桃花眼，但是非常有趣的。以前我也经常在媒体当中说到，就是说等我从泰先生家里把戏学回来，到了排练场上，我发现我所有的水袖全是左手的。为什么呀？因为先生这个手他当时不能动，所以他就说：“哎，什么娘子这么晚不来呀？”就这样，就哒哒哒忒这样。哎，后来我发现我成左撇子了，但是尽管是坐着跟你说戏，你依然能够从他的这个谈吐当中，特别是我刚才说那种眼神的交流当中，以及他跟你讲，就说。其实这些都是假的，他是在试探这个妻子，就说我要去把你的行为告发给我的父母，你怎么能够这一走一说，那个眼睛这个一弄，哎呀，当时就是把我看傻了，然后我就回到宿舍去，就拿着镜子就在照，我怎么能够把泰先生这个眼神啊，你要是不跟我就是和好或者跟我道歉的话，那我就要去父母面前告发你了。其实他是假的，那个眼神真的，他通过眼神就让观众就了解了这个梁月书此时的这个心情。举手投足之间啊，透着精湛的技艺。确实，我从一开始只要有一个新的角色，只要是要去灌一盘新的一个 CD 或者唱段，我一定要去
宋普南老师、尹小芳老师、泰先生那儿，就去请他们先要检阅一下把关。我记得那个时候，上海电视台举办了一次我们粤剧界青年演员的一些展演，当时我演的就是陆游唐玩当中的一个浪迹天涯那个题诗壁的那个重游沈园那一折，第2天就要演出了。我那一天照理应该是自己好好休息啊，应该是养精蓄锐的时候，但是我就觉得我必须去泰先生那儿去。跟他一讲，我说我这个唱腔好像已经不太像尹派了，会不会上海的观众会不接受啊，或者怎么样？泰先生就跟我说了一个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说我曾经演这个屈原的时候，连我的琴师都说尹先生，你今天唱的不是尹派。泰先生说我尹桂芳唱的就是尹派。所以从这句话里，他给予我的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就是说你是根据这个人物性格来的，所以你应该大胆的去演。这就是泰先生给予我最大的一个滋养吧。前面咱们这个节目里头有一个环节，我事先是不知道的。当我手捧剧目组准备好的泰先生跟我在他晚期比较消瘦以后的一张照片吧，我一下子就说真的有点失控。突然之间这张照片就是让我想到了那个瞬间。每次去看望泰先生或者尹小芳老师，我下楼之后他一定会在阳台上，会在窗户口送你，在目送。对，尽管那时候他已经行动也比较迟缓，人也非常消瘦了，他还是会让家人扶着他到窗口来送你。我每次知道他站在后头，我都不敢回头去看的。但是那一次就是拍照片的那一次，我因为看到了那身衣服，我想到那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回头了，我就看到了楼上泰先生依然站在窗口跟你招手，就是在送你。所以一下子就看到这张照片，有点情不自禁，就是真是一晃快20年了，泰先生已经走了19年了，真的是很感慨。所以今年泰先生100年诞辰，我说我一定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推开，我一定会来参加。我想作为一个尹派的一个传人，能够参加这样一个100年纪念活动，这是对泰先生最好的一个怀念。而且今年特别可喜的是，我们今年尹派里头增加了2朵梅花，芳华的陈丽宇和我们小百花的蔡泽飞又加盟到我们这个队伍当中，所以我相信尹派一定会一代一代，将来未来还会有00后，也是告慰先生在天之灵，放心，我们这些后人，我们依然在努力。特别感谢刚才毛维涛跟我们的分享。虽然说尹先生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份精神。因为我相信尹先生，我们要继承他的不仅仅是他在舞台上的那个倜傥风流是儒雅的潇洒的这种气质，舞台的台风，我们更应该继承他的是他的内涵和精神，他的创新，他的与时代的这种同步和当下的这种美学的结合。泰先生据说我是听业界的前辈其他人说，他演的屈原，连赵丹先生都上后台去拥抱他，说尹大姐，你演的这个屈原演得比我还好。我就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会因为尹先生的东西，泰先生的东西你看不到，后期留了一些视频，其实已经是他的已经是身体不是晚期的一个，对，晚期的，就身体状态是应该说是不是十分理想的状态下面，不是他最佳状态。对，比方说芳华40年的时候，我们都去参加了。当年泰先生为了要演屈原，他把自己双脚绑在我们舞台上有那种铁坨子，就是压布景的。这个铁坨子因为有一个把手可以这样拎起来的，为了让泰先生能站得住，把他2只脚穿在这个中间绑起来，他就有了一个支点，他就是在上面这么来唱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我最近我也正好在录这段唱腔，
其中监棚的一位我们团的一位音乐家说：“毛毛，我觉得你唱的好像不够激越啊，好像不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说我在琢磨先生的这个屈原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激越。我说同时反过来，你再去琢磨屈原这个人，他如果是一个激越的人，他会投江吗？也许他是一个根本非常的封闭自己的、抑郁自己的人。他就算在那里用这个《离骚》，用这个问苍天这样的方式在表达自己，但他一定不是呼天抢地的，这是我的理解。同时反过来，我再去听太先生他留给的我们的这个声腔，我在琢磨这个声腔的时候，我没有去用那种非常激越的呼天抢地的方法去表达它，我反倒是收敛的，是敛着的。我相信这个敛着的可能就是尹派的精髓。角儿是什么？角儿就是在舞台上，他把那个精气神儿，他把那个角色该逻辑的、情感的、思想的、内核的东西，他能像提线木偶似的把这个人物提了出来一个东西的，他才是角儿。所以到我这个年龄，我就觉得我更多的我想往深层次去挖掘尹派的一些东西，我可能真的不会去模仿他，我去学他这个腔怎么去唱。当我去理解他的时候，自然出来就是，比方说你在唱《山河恋》的时候，我故意的去学一下太先生当年那种，我能想象得出来他的那个眼神，怎么去就说，你怎么样？我有个口信传给你，从我的口到你的口啊，就是这种调皮捣蛋的，非常我们今天说讲俏皮的那种方式。我要去找这些东西，我想这才是尹派的真正的艺术上的一脉，非常我们这辈后人应该去传承的一种真正的一个精髓。就像我们要找到那个低了那个线，把尹派的那个线给低了出来，要把住这个脉去传承它。太好了，抓住那个点。我相信今天很多传承者听到毛维涛的这席话，一定会受很多很多的启发。我特别同意您刚才说的，尹派的传承人在新时代，我们该做什么，怎么做，怎么传承，那就是悟，就像是品茶、品酒，耐人寻味。这么多年来，您也一直在从事着这方面的工作。在杭州，我也在做一个小百花的越剧场，这个越剧场可以说是几代越剧人的愿望。在我们浙江省委省政府的这个支持下面，尽管是好事多磨、坎坎坷坷，历经差不多有10多年的时间，今年是马上就要开业了，所以我正在筹划，就是等剧场成熟之后，我要在那儿让所有的越剧最有代表性的剧团、剧目，能够在这个剧场里头有一个越剧的展演月。有一个越剧的大本营啊，就在杭州。就像我说，李渔先生李立翁在兰溪有个芥子园，我就说这个小百花越剧场就是我心中的芥子园。它未来是我们在越剧可以在里边学戏、写戏、排戏、教戏、唱戏，然后观众可以来看戏。我相信不少乐迷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想着赶紧开业，我们可以去一睹风采了。太好了，今天特别高兴，毛维涛呢受到节目组的邀请，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特别的高兴，今天能够在角儿来了的舞台上看到尹派的7朵梅花。我相信尹先生在天之灵一定特别的欣慰。他最希望的就是把尹派艺术发扬光大。但是从你们这些传承者身上，我们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那聊了这么多了，刚才毛毛自己都说了，这个尹派那个唱腔那个眼神儿，咱是不是现场也想看一看呀？是不是？欢迎毛维涛给我们演一段吧，好吗？下面要准备的一段是我自己新创作的2泉映月当中就是演的阿炳，但是这个就非常遗憾，就是戴墨镜看不到眼睛了，没有眼睛如何能够传递出人物的内心，能够把这个情感传递出去，这是很考量演员的。同时呢，这个腔里头有很多尹派的
调调和尹派的落腔。比方说原来说如果说是尹派的话，妈呀一定是妈呀，一定是这样的。但是我现在不是这样唱，我是妈呀当当当滴当，尾声拖腔也是这样。尹派比方说一般来说到最后会渐快剁板，踏踏踏踏踏，最后清唱。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板腔体当中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最后就说且向泉中唱明月且向泉中如果是尹派的吧，唱月明，也许就是尹派就是这样来落腔的。但是我这次的落腔是且向泉中唱月明，这是把那个二泉的主要的旋律放到了这个腔里头。那刚才您也说了，说尹派受太先生影响就是眼神了，当时怎么会想到一个完全不靠眼神来创作这样一个题材？过去二泉映月的作品有舞剧、有戏剧、有歌剧。我希望能够用尹派去演绎一个阿炳，去理解一个阿炳的这样的一个天才。一般来说都会好像万恶的旧社会把一个民间非常有天赋的一个艺术家摧残成盲人但是其实史料当中的阿炳其实是另有一些历史当中的真正的经历的。那么我们试图把这些东西还原到舞台上，怎么能够让它更加的符合这个人物？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找这一些原型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当时刚刚出来的一个电影，西方的一个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这个莫扎特的电影它是根据话剧上帝的宠儿改编的，讲的是莫扎特荒淫无度的一生，但是就是一个天才，留下了这么多的传世佳作。所以我当时看完这个话剧的这个作品和电影的莫扎特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莫扎特是一个上帝的宠儿的话，那么阿炳就是一个上天的弃儿。所以我从这个角度上去把握他这个人物的脉搏，同时在技层面上，我就觉得我特别享受在舞台上这个瞎子的演戏。我在演孔乙己的时候，曾经普哥濮存昕跟我说，毛毛太了不起了，剃了个光头一个女小生能去演这样一个以丑为美的去演一个角色。他说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话，我就觉得你可以再放松一些。所以我就觉得我在阿炳那儿我突然找到了，我真的在台上我就觉得我闭着眼睛完全是放松的在演戏，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享受的。所以我今天带来阿炳最后的一段，他重回他的雷尊殿，以母亲的召唤让他心中升起了一段二泉映月的音乐之前的一段新生的一段唱腔。太好了，来，我们掌声欢迎毛维涛。
悄悄在我梦里醒。相见踪啊，苍月明。茫然间，我心中升起了一段乐曲，妈，我要拉给你听，要清风明月伴泉水叮咚，用那万人的欢喜走向那天上的相逢。妈，你登上我阿兵二卷去也，二卷去也。
本节目礼品由北京小冠茶叶有限公司特别提供。今年是尹桂芳先生诞辰100年，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每一个人说出对先生的誓言。影派艺术是流淌在我血液中的一门艺术，我愿为它的传扬光大继续的努力，用毕生的精力把影派艺术带到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身体力行的这样的去做，是对敬爱的太先生的最好的致意。此时此刻，我想对恩师说，恩师，您的生命可以逝去，但是您所展示的高尚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艺术技艺将永存。老师，你离开我们即将20年了，你没有离开我们，你永远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的影派能够长盛不衰，成为热爱越剧的人心里最向往的人生风景。牢记太先生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演戏，踏实做人，努力钻研艺术。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创新，我想这也是太先生的召唤，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愿我们的影派艺术不忘初心，不负新时代。桂子飘香百年传，芳华韵秀染后人。这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角儿，尹桂芳先生。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感谢网络上网友朋友们的支持。咱们下期角儿来了，不见不散，再见。本期节目，尹派传人王君安、萧雅、毛维涛分别为我们讲述了与尹桂芳先生之间的越剧情缘，表达了对尹桂芳先生的思念与敬意。桂子云中落，芳香飘天外，这就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角儿——尹桂芳先生。还原名家本真，品味戏曲人生，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期角儿来了。